歡迎使用文字及網頁朗讀系統。現在示範如何讀出網頁。若要讀出整篇主要內容，明報專訊：北京兩名10歲女孩最近製作了一本豆媽大全當中圖文，並某列出20多種被母親責罵時的應對招數，如當媽媽出口時，子女可以裝哭或假裝要上廁所等。有專家稱，母親們對孩子不要過於嘮叨，要多些鼓勵他們。在豆媽大全簡介中，這兩名女孩稱這是一本專為6至12歲天天被家長罵的小孩編寫的書。其中一名作者的爸爸村頭樹將內容和漫畫翻拍刊登網上。豆媽大全第一。若要逐段讀出，便要選取明報專訊：北京兩名10歲女孩最近製作了一本豆媽大全當中圖文，並某列出20多種被母親責罵時的應對招數，如當媽媽出口時，子女可以裝哭或假裝要上廁所等。有專家稱，母親們對孩子不要過於嘮叨，要多些鼓勵他們。在豆媽大全簡介中，這兩名女孩稱這是一本專為6至12歲天天被家長罵的小孩編寫的書。其中一名作被拿與同學比較激發創作。其他高招還包括被罵時可趴在媽身上哭，跑回自己的房間，說我能上廁所嗎？然後躲在廁所內，說下次一定會好的，心想先騙過這次，以後再想辦。若要讀慢些，其他高招還包括被罵時可趴在媽身上哭，跑回自己的房間，說我能上廁所嗎？然後躲在廁所內，說下次。其他高招還包括被罵時可趴在媽身上哭，跑回自己的房間，說我能上廁所嗎？然後躲在廁所內，說下次一定會好的，心想先騙過這次，以後再想辦法。又當被媽罵完時可喊離家出走。
有些網頁排版比較複雜，就要把不要的內容先行刪除，然後再讀出。其他網頁 X My Favorite 你在 My Favorite You Are In 連結一蘋果連結一蘋果網絡 www.atnux 其他界面引領本報訊冇電視再起風雲繼前日公布主席邵逸夫將於明年退隱成為榮譽主席後，廣播業務總經理陳志雲亦已於個多星期前向董事局遞辭職信，預計於明年4月離任。本報訊冇電視再起風雲繼前日公布主席邵逸夫將於明年退隱成為榮譽主席後，廣播業務總經理陳志雲亦已於個多星期前向董事局遞辭職信，預計於明年4月離任。據知陳志雲計劃指組製作公司，但亦有多間傳媒向他招手，相信稍後傳媒界將進行大執位。記者陳月薇陳志雲劈炮，其他要聞港聞影片陳志雲劈炮突破小圈子，高登女神參戰史上最強串嘴王，我調戲唔順18歲小女。影片內的介紹是不想讀出的，於是便要先行刪除。本報訊冇電視再起風雲繼前日公布主席邵逸夫將於明年退隱成為榮譽主席後，廣播業務總經理陳志雲亦已於個多星期前向董事局遞辭職信，預計於明年4月離任。據知陳志雲計劃指組製作公司，但亦有多間傳媒向他招手，相信稍後傳媒界將進行大執位。記者陳月薇據本報收到可靠消息，陳志雲已於日前正式向董事局請辭，高層需6個月辭職通知，但扣除假期後，志雲可在4月離開，而他離開無後暫時會自組製作公司。不過其實早前 Now 及城市電訊王維基主理的免費電視台也向他招手，未來電視業再多3視障人士還可利用 Guide Dog 帶領功能。
界面引領。其他網頁刪除點擊的內容。My favorite。你在 My favorite。You are in my favorite。連結一蘋果網絡 W。連結八卦台。連結太陽報網站。連結太陽報網站主頁。連結明報網站。回到資料夾 Newspaper。連結 AM730香港免費派發的報紙 Online Edition of M730。連結 Download RTHK Non-Internet 香港電台。停止，繼續，暫停，停止，音量，速度，文字，網頁，雙擊，往前，返回，Go Go，停止，網頁，其他，範界面引領。